关系在地新闻，继续来看屏东的万丹发生着离奇的命案。一个姓简的男子心梗抬来往生，跋杯甲问，这个死者是指示讲要转去因的老祖厝来办丧事。结果一行人转去了后，意外发现讲，这个死者其中排第4的迄个兄哥已经死伫个厝内，而且已经至少死3个月，拢变做大死咯。检警目前是排除他杀。这个大兄赶转去祖厝，原本是要处理小弟的丧事，想袂到是做一届，就要送走着2位的亲兄弟，是伤心痛哭。3合院内底，草啊发甲正暗，无人清理，看袂出有人伫遮生活。严搁遮却传出着离奇的命案。生间的小弟23号出外做事，向心肌塌送病院了后不幸过身。其他兄弟赶转去老厝处理丧事，又搁意外发现，含伊带做伙阿兄已经伫房间内过身真久。本来嘛是要去殡仪馆做尔啦，甲跋杯讲要倒来加班。当下两对，然后发现这东西。做一摆送走2个兄弟，做阿兄当场就喊出来。这件离奇的命案发生伫屏东的万丹乡，一对过身的兄弟是排第4甲第5，做伙住伫3合院内底。是讲小弟是建筑的工人，定定到外地做工课。阿兄离婚了后是家己住另外一个房间，兄弟真罕的互动，想要到最后竟然是前后脚过身。拄好将其他兄弟拢叫倒来老厝。我就是怀疑伊拢总无啊，我毋才会来巡。巡脚踏车佫无滴的，我滴大概很悬的，是讲冥冥之中嘛，可能兄弟兄弟情还在啊。伊知影因大个遮。检警已经排除阿兄是洪太死，后续就会安排法医来验尸，确认阿兄的死因。Hello， 我是易景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